来处理这49年所说之法。那佛就说，我49年了，一个字也没说。那菩萨呢听到以后，就问，释迦牟尼佛以何根据做如是也？根据什么安尼讲？我就回答，以2种法做如是说，什么？这个变过来什么？你们换过来有没有觉得怪怪？没关系，你不要顺着。那个姐姐呢，印刷厂的印刷厂老板就300张全部印了。姐姐有看过？头家你哪搞我印啊呢？头家你爱钱？啊，免钱。真的哦。再另外印200张给那个台南高会工。这个我们台北要看就是。可以啊，你不要买一般就对了。我们看这个都不用钱的。对呀。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根据这个本住法，本住就是原来我们佛性里面它本来就有本住法，以及呢这个自证法。自证法就是释迦牟尼佛证悟的，他证悟的已经没有对待，没有两边，所以他没有能说，也没有所说。他说一个字也没说了，全部讲的都是从性海流入的真理。真理没有落入言说讲，没有言说，所以讲出来都不是。这样了解吗？这个是修到蛮高的程度才会讲。而此2种法皆是形而上未知道之道，这个是拢都，所以才有一句说向上一早千圣不传。为什么这个向上一早千圣不传？就是讲那个自证，你都要在本身去行到位才知啦。别人无法度甲你看，无法度甲你看到迄个目的。迄个目的就要你家己去行，那个叫自证法，所以就讲说向上一早，千圣不传。那么若有能说所说即是生灭。能说的生灭，就是事相。我们之前都一直讲能说就是事相。那么生灭是轮回法，佛不示现完整的来传6道轮回。佛来完成都是要救度众生成佛，以为大众生去6道轮回，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他没有能说，要所说了。他这个能说之前好几年前听说过那个纽约那个达赖喇嘛那个我们台湾那个佛学博士在对谈，就表现得最明显。可是那个时候这个很多人都看不懂。或许时常讲，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台湾那个佛学博士一直在发表那个高论，就是讲理论。台湾喇嘛他就举手，他们台湾那个高僧就请他说，他来说，我可以问问题吗？我们台湾那个高僧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台湾喇嘛又第2次举手。我们那个
他那个佛姐博士要请他说，问题是啊，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然后那个时候电视还不是很普遍，去电器行看，很多人嘛。当然了嘛，弟弟那要办，其实要顾年都没记。你看我们的思想不知道说那个里面，他是在构造。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我讲完了，是不是有我能讲？我所讲那些内容我能讲能手是不是对待？是不是生命？当然他没有说的那个理由了。他跟他讲说，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黑的说过去已经过去，我没有三心了。过去的已经过去，让它过去，会过去改有的啦。未来还没来，现在不住，没有三心。你看人一个动作都表现出来，没有过去心，没有现在心，没有未来心。三心拢无三字给咱吸不掉。咱有过去心、过去事给咱吸掉；有未来心、未来事给咱吸掉；有现在心、现在事给咱吸掉。咱伫个三世内底拢有伫个六道内底，一定六道轮回。你三世拢无过去心无，我过去事吸我袂着；未来事心无，未来事吸我袂着；现在心无，现在事吸我袂着。三世拢吸我袂着，我会轮回未？你看怎么样？所以嘛，把那个心的程度真的不能骗人，给你供出来了。所以我想讲，主持人没有学佛理没样，然后大概有50几个国家实况传播。他们都是那个影像回去自己的国家自己翻译的。假如我们各位在看他讲这样，我们会不会知道？不知道。会不知道他们是在构造？知不知道？不知道。很微细能守生命。对待，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一个字也没说，没有能说，没有说没有能说，是不是走入真理？你看这无那样，这个知道的啦。我这讲过去学。所以我这个13岁一直到现在68，你看累计下来，真的不是每天吃饭，哪拢吃袂。很微细的地方真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但是呢，和你领悟出来你也欢喜啦，领悟了我那个领悟那个佛性不会痛那个时候，那个欢喜真是那没人讲。我不是说去脚底按摩，去领会到说，真的呢，我们有一个不痛的嘞，我真的高兴。我那天去给他针灸跟那个，我就说来试，哪有办法？但是对方会一直跟你讲。那个不能很露露那个对话。要找那个。对，要找目标，赶快转移。你要对话的话，精神都回来你身躯的结很强，他身躯的结很强，那个不生不灭你就不见了。不过你去体会那个不生不灭那叫奥妙。
哦，那有没有？都教人呢，我都不会看播。我你哪要体会啊？你要先建立。哦，在那一种场合不能聊天，一聊天啊，你神分散，神分散哦，你那个痛会很强烈。所以就开始假如说我要去拔牙，它也很痛大梁兄去拔牙，他真的就是用然后那个牙科说，我做20几年，我看到像你这勇敢，拢袂错没头，拢袂疼。以前我就想，因为我伫咧做功夫传医啊。唔要问大梁兄，有一天我再个叫讲我恁听。拔牙那个不是痛吗？咱那拔喙齿做水用做疼，伊就是甲要做几疼的时阵把迄个针转，已经转了。我唔知伊转的是用目睭看还是用耳孔听。我们可以请说，因为他本身尖利，他有在后头讲过嘛。